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智慧。生命若是没有目标，失去方向，就会觉得什么都是虚空。我们昨天谈到了基督徒或者说是世人没有了信仰的依靠，就会失去生命的价值，生命的一切都会是虚空。所罗门王在当代算是富不可敌，智不可为，强不可抗，切无可比。然而当他进入到老年时期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一切看起来人觉得他遥不可及的成就，其实都是虚空，因为他离上帝越来越远。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所罗门王的智行，他这样说道：我自言自语，来吧，试一试享乐，来享享福，可是这也是空虚。我发觉嬉笑是狂妄，享乐毫无益处。为追求智慧的心愿所驱使，我决心戒酒自娱，寻求快乐。我想或许这是人生在世的短暂岁月当中最好的生活方式。我大兴土木，为自己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。我修造庭园果园，种植各种的果树。我挖掘水池，灌溉树木。我买来男女奴隶，也有生在家里的。我拥有许多的牛羊，比任何在耶路撒冷住过的人都要多。我为自己积聚君王的金银，各省的财宝。我有许多歌唱的男女，有无数的妃嫔，随心所欲。不错，我强大，胜过任何在耶路撒冷住过的人，并且我始终有智慧。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尽情享乐，不受拘束。我从自己的辛劳当中得到了快乐，这就是我的报酬。可是当我回顾自己的成就，思想所付出的辛劳，我领悟到一切都是空虚，都是捕风，太阳底下一切都是没有益处。所罗门王不但自诩为最有智慧的人，事实上也是当代公认最有智慧的人。但是人的智慧若是没有上帝的智慧同在的时候，也算不得是什么。所罗门王他反省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一些浮华啦、奢侈啊、富丽不实的物质，但是他内心却是虚空。虽然他拥有最高的智慧，但却用在扩张国土、增加国力、赚取财宝、掠夺更多的妻妾。但是回头来，这一切都是虚空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保罗的劝勉他这样的提到：兄弟姐妹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和高深的学问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拿定了主意，
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，什么都不提。因此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十分软弱，又害怕，又战战兢兢。我所讲的道，我所传的福音，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眼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，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，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。然而对那些灵性成熟的人，我也讲智慧，只是不讲属于这世界的智慧，也不讲那些即将没落的世界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智慧是上帝奥秘的智慧，是那向人隐藏的，却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。世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懂得这个智慧，如果懂得，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正是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也从来没有人想到的。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，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。圣灵细察万事，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够细察。只有靠主，依靠上帝的真智慧，所传的、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。保罗也曾经自认为是非常有智慧，有很好的教育，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但是若是没有了基督耶稣和上帝的智慧，一切都是虚空。诗篇29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。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，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殿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帝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我们无助、无知、无能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赐下属天的智慧，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复活的意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